毋是两个翁某去食饭，点一个辣条，讲安尼，毋是，是讲我30年前，我和我的父亲人来到上帝的祭坛头前，阮伫遐有，伫迄个正兄弟姊妹，甲会做见证的下面，阮有立约，阮要安怎相听？阮全伫遐怎啊？伫遐讲着，佮继续我咧讲的细约讲，我无论是境务好歹。健康软弱，成功失败，我拢永远要依赖你、接纳你、尊重你、支持你，安尼下愿。我前摆就开始，我就谈我的份人面头前讲，是的，我这30年来，我无安尼好款待你，真歹势，请你原谅我。两个三角过好，了后是讲，咱爱立约安怎，就将迄当时所有做过的代志。咱今仔日变做伫咱个 Here and Now 此时此地，佮继续挖出来，安尼意思，安了解吼。咱若前礼拜，咱有食过这个果活节、八卦节的祝寿餐的时，咱就知讲，耶稣基督迄当时食的时，因犹太人就是有12个天书，一个天书拢袂使颠打，每一个天书就是咧宣告，因有4个杯讲上帝话，就是忠心上帝为着救咱脱离埃及人的火炉压制、甲苦工、甲鞭拍，阮上帝安怎做啥物新约为头顶讲，阮迄阵安怎下愿，安怎拢完全讲出来。咱台湾人照你讲吼，做鸡啦、门串生啦，听有无？门串生听无？就阮讲死，伊死迄日。叫做做鸡啦，伊的生日啦，门串生啦，安尼啦，我因为讲恁这信耶稣的人吼，有死无人孝，佮死无人哭，有够害，其实咱的纪念和你纪念无共，咱台湾的纪念就想我互你拜，互你吃，安尼尔，毋是啊，拢无讲着伊较早做啥物好所行，有啥物好品行，有啥物值得咱欢喜甲娱乐，甲来少年的，拢无讲着迄，所以纪念的意思就是讲。我今仔日要来纪念耶稣基督，我就纪念伊。伫这个搬过节前一暝，伊和小学生做伙食饭。是安怎会伫迄个前一暝呢？因为搬过节迄天的下晡3点，家家户户在太阳啊！迄家家户户拢听到迄声，迄羊歌啊，羊歌就是迄羊仔囝抬死流血出来，血全洒开。全踮迄门的门框遐，安尼用咧，开始在咧行迄马的时阵，迄当时3点半是在耶稣伫十字架顶讲，我爱上帝，你啥事放杀我？所以耶稣伊无法度食这个搬过节的宴席，因为伊死伫遐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正死上帝羊羔为咱来死。所以耶稣伊讲这个圣餐的是伊爬出来，伊讲这是我为恁拍破的身躯，伊家己无食。伊互咱食，意思讲，伊家己是无罪，伊为咱来死，所以咱每个食圣餐咧纪念的是讲，主啊，我要和你结连，是因为你的死就是由我来死。你的流出的宝血是来洗清我的罪，所以每一届要食圣餐的纪念的意思是，我要甲上帝耶稣基督搁再一摆结连，讲我当初受洗的时，就和你做伙死。做伙埋葬，做伙搁我今仔日有看这个罪世间，我的罪性，我的软弱，我的肉体，甲这个外口的引诱甲魔鬼，我有安尼行无？有搁再和你结连，我有反悔无？所以每一届圣经的记载，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，是不是死我和你结连？第二项，这个改革中无这个观念，就长老会无这个观念。但是伫为你讲话、圣讲话、东正教甲这个天主教有这个观念，就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是为我来献祭，所有的祭司也是咧祭司头，因所献的祭拢是用羊羔，用羊羔。耶稣基督伊本身是上帝大祭司头，但是伊献的毋是羊羔，伊献的是伊的身躯。伊现的是伊所流的血，
啊，若是安尼，耶稣为我来献祭，我今日要来领受耶稣这个恩典，我嘛爱献祭，安了解吼？啊，所以我献的祭哦，所有的献的祭拢是死的祭，但是伫罗马人书12章讲是活的祭，意思讲今日耶稣为我来死，我要为伊来活，我为伊来活，所以我今日含要食这个饼的时阵，我就知影耶稣的身躯要进入我的心内，耶稣因为借着信，耶稣的宝血要洗清我的罪。所以我是一个清气的人，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是一个耶稣与我献祭的人。我嘛要来献我的身躯做活我的祭。意思讲，我今日要领受这个圣餐，所有我今日要注重我的家庭献给上帝。所以我全家拢要做伙来服侍。我要注重我的事业献给上帝，我的事业要来荣光上帝利益正人。我要注重我的脚献给上帝。我变做脚来行上帝真理的道路，我的耳孔要听上帝话。意思讲，我来到上帝面头前，我毋是纪念尔，我现在就是要献祭，活的祭，毋是死的祭。第三项就讲，耶稣基督讲，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，直到我搁再来。搁再来的意思是讲，咱每届来领圣餐的时阵，咱毋是想着过去的代志纪念哪点。咱毋是讲即马要献祭哪点，咱搁想着将来耶稣基督要搁再来，要搁再来的时阵，有啥物种会咱通好想的？就讲第一，就讲耶稣基督要来的时阵，请问我要互伊看见我创啥？你希望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你希望伊看到你都在创啥？我迄阵大个是，阮常常问这个问题，阮教会会友，大家阮迄阵迄个。大团团契，大家拢咧问，我会当我讲，我迄阵我希望我迄阵拄啊咧读圣经，咧祈祷讲，主啊，我意爱你来，哦，你来啊，够好，我咧祈祷，你无安尼袂歹吼。啊，话讲哦，我迄阵我希望我吼，都为主传福音，哦，你都批命讲，你爱信耶稣啦，你敢毋信？你讲主来啊，你讲，哦，要来审判，你看要审判。啊，话讲吼，我希望主来时，我都来做工，做上帝工，饼甲大粒干、细粒干，吼，主耶稣讲，哎呀，你这个。哦，忠实搁有啥？搁有智慧，搁有见识的罗卜来享受主耶稣所为你备办的福气。阮讲过足侪人，啊，有人讲我迄阵我互为着主来受苦，吼，安尼互吞打、互欺负，啊，但是咧，我会来荣光主。迄当时阮教会的姊妹讲哦，伊讲哦，我真意爱主耶稣来的时阵吼，迄个是我应该做啥我就做啥，我当时应该困我就好啊困啦。应该读册就好读册啦，啊，应该若迄阵我若有家庭要教囝就好啊教囝啦，啊，要含囡仔耍就做伙耍啦，毋免讲第讲哦，主要说你要来啊，我来做啥？哦，我讲我是想，这小天，但是什么时阵要望主来的时阵，我就常常想着讲，主要说念要来啊，要来时我要互伊看去做啥？第二项就讲，我要来到主的面头前，迄当时主要审判我。伊的审判毋是讲你是永远的沉沦，还是永远的活命？毋是，对信耶稣的人，因为耶稣为咱来死，对人死人当过活，得着活命。迄当时伊要来报赏咱，到底有做一个忠心、阁有见识的上帝管家无？意思讲，我这世人所做的行大，我所讲的话，所我甲人的直接。我是毋是有荣光上帝？上帝迄当时要讲你所做的，即世人所做的，咱知影照伫保罗先生伫家己来讲哦，讲咱即世人所做的是种啦，伫种。啊，种的时阵到这来世的时阵，耶稣来时吼，咱所种过的物件，迄当时拢要修成啦。啊，咱若是照着放动咱的情欲来种，咱所修成的是败坏。但是咱若是照着信心。望甲疼心所种的，主要所讲，咱要收60杯、80杯、100杯，安尼意思。咱知影一粒迄麦子吼，还是一粒切啊吼，你若种落哦，一粒切啊种落，种落是会发几粒？一粒切啊种落，布一支出来对不对？啊了一个摊开，上少300粒，一粒切子样300粒。所以耶稣讲哦，讲你若为着我。
来受过着苦的时阵，你将来要得到啥百倍？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每一个圣餐，咱就想着讲，过去耶稣为我来死，这时我来奉献的主，将来我要仰望主。这三个观念抓会调，咱每届圣餐的时候讲，主啊，我来到你头前，我是已经受你受调的囝儿，你阳光尊贵的囝儿，但是我搁安怎？我这个人搁在家庭寒慢，我工课做也无好势，所以每届圣餐爱认真做。所以咱后礼拜要来讲到圣餐的部分哦，咱来讲，咱爱用什么态度来领圣餐？好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借着圣餐要阮得到福气，互阮会当借着圣餐来纪念你，甲你三结连，搁再注重你的真理、你的救恩、你的赎罪、你的赦免，拢会当伫阮这个时，搁再显明出来。主啊，阮来感谢你为阮来献祭，互阮会当做活的祭来献互你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奉献的人，成做一个。将阮一切温事、材料、时间，搁再奉献予主。主啊，求你也帮助阮，阮知影你将来伫天顶为阮备办真切草的宴席。主啊，阮伫这个世间，阮当来为你来陪命，为你来做见证，来做真好。将来上帝阮伫上帝你的面头前，会当来食切草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